大家好，我係2025年卓越誠信顧問大獎 MTA 得獎者 Samuel， 亦都係2026年 MTA 卓越誠信顧問大獎籌委會成員。MTA Award 嘅宗旨係表揚一班顧問，佢哋具備客戶為尊、誠信為基嘅服務態度，並且具備卓越嘅業績。全香港係少於1% 嘅同業曾經攞過呢個獎項嘅，所以呢個獎係十分之珍貴。申請呢個獎項嘅要求係啲乜呢？就係上個年度嘅 FIC 有35萬，要完成24張人壽嘅保單，同埋要有5至10封嘅客戶推薦信。呢一個難你唔到啦。同埋喺唔同嘅獎項級別咧，亦都有唔同嘅要求嘅。得獎顧問除咗獲得業界嘅肯定同埋客戶更大嘅信任，除咗獎座同埋證書之外咧 ，LUA 就會幫你拍一個專屬嘅訪問片段，去放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嗰度。同一時間，你亦都可以放喺你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嘅，亦都有機會喺指定嘅電子報章刊登。得獎者可以獲邀以優惠價，甚至係免費出席我哋業界嘅盛事 MTA Day。你仲等啲乜啊？快啲 scan 我哋嘅 QR code 報名啦！今個月31號就截止㗎啦，機會難得，等我哋一齊見證新一屆嘅卓越誠信顧問誕生。